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1月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8篇第1节到第7节，约书亚记第5章10到12节，启示录第8章第6节，第9章的1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逾越节。逾越节是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，上帝在第10灾杀长子之灾中所领受上帝的保守，这个恩典要称为逾越节。在与埃及人同样面对苦难及威胁的时候，他们因为选择相信摩西，选择接受上帝的保守，因此能够领受上帝这样的救恩。